我哋係Phoebus Forum 嘅，我係自薦記者 Amy。而家咧想同 Phoebus 做一個少少嘅訪問。Phoebus，我哋頭先咧 Phoebus Choir 個表現點樣啊？非常之好啊！我哋都有個好好嘅指揮。大聲啲啊要！知道。咁咧而家咧嚟緊12月嗰個 HC Show 咧，有成4、5日咧都係得一個鐘頭，係咪太少啊？點解啊？因為聖誕節小弟嘅工作比較忙啦，咁咧亦都要留多啲機會俾一啲咧。你見到其實好多團體喺度㗎，有啲係 choir 啦，有啲係細路仔嘅，其實好多都係有機會翻嚟，因為佢哋需要一個地方去表演，咁我一定唔可以成日霸住個場，於是咧就會分一個鐘俾佢啊。我自己又靠咁樣嚟到分定嗰個，即係希望大家有機會。OK， 咁希望大家都滿意啦，你嘅答案。咁咧琴日咧喺903 Mini 電台節目中咧，你講嗰啲新歌嗰啲嘢咧，你有咩遠見同埋時代觸覺？咁 update 嘅歌你都識嘅，點解啊？應該你哋都會睇到嘅，應該你哋會聽。upload 曬上去 forum 啦已經。係係咪有稿睇㗎？好好睇嘅，係之前開呢個節目之前咧，即刻聽啲音樂，聽12隻歌，聽晒咗12隻歌之後咧，跟住就要揀選1、2、3同埋4名啦，咁就係咁樣咯。即時其實教直覺其實呢樣嘢個個都做得，其實我上去嗰903都係以一個聽眾嘅心態嚟到上去嘅，就並唔係一個咩音樂人啊或者咩樂評家，唔係呢啲嘢嚟。我仲以為阿黃小姐提你嘅添喎，啲係。另外咧，可唔可以透露下你嘅感情生活啊？工作好忙。咁但係你哋都要平衡㗎嘛？我平衡，所以頭先咪喺度一路玩一路喺度呢啲女仔。OK， 嗱咁樣啦，如果感情生活有啲唔如意咧，會唔會影響到你鋼琴嘅表現㗎？任何嘢如意或者唔如意都會影響鋼琴嘅表現，不過咧睇下點樣影響個表現，即係例如有時唔開心彈啲唔開心嘅歌，其實爭好遠嘅個靈感啦，所有嘢。咁開心嘅時候彈啲嘢又調皮啲啦，好力啲嗰日亦都彈啲嘢嘈喧巴閉，咁好力嗰日又靜啲，即係其實點都有影響嘅，各方面工作又好，呢個感情又好。不過我相信其實今年咧，尤其是今年好多嘢都唔係話太如意啦，即係我自己講，咁所以咧可能有時大家喺啲琴音可能聽到有少少影響，呢個係我唔知嘅地方。咁係私人感情生活啊，定係公司多啲咧？公司仲係公司。咁喺2007年嘅大計係點樣啊？2007年嘅大計，希望可以出到一隻自己嘅碟，我唔係淨係希望一隻碟，我希望2隻。即係如果最好就連2隻自己嘅碟，亦都儲咗好耐，都儲咗好耐㗎啦，即係諗咗好耐，構思咗好耐，直至揾到個方向，咁亦都從來冇人做過呢樣嘢，捱得咁辛苦，都未有，暫時香港啊都未有呢個人做呢樣嘢，咁所以我嘗試一下呢個新嘅方向，希望會有少少成績出現。新嘅方向咪話卡式嘅歌同埋流行歌結合嗰隻啊？嗰樣又有啦，鋼琴加唔同嘅樂器又有啦，或者我會鋼琴加好多嘅唔同嘅歌手嘅樂器有啦，即係呢樣嘢係個 concept 會比較新啲，當然分開兩個唔同嘅節奏，即係所以兩個 concept。咁即係流行曲，即係自己全新嘅曲定係舊歌？新嘅，咁亦都到時我會做你哋嘅文意幫手，希望可以俾多啲意見啫。一定。因為我相信大家都對呢方面，即係你哋好有認識嘅。OK。可以幫下手俾啲意見。咁其實你唱歌咁好聽，啲 fans 都好中意。咁 CD 會唔會唱1、2首歌？唔好啦。乘機咁樣入樂壇啊！新歌就腦充血。唔係啊，但係好多人都話你好好聽喎。你氹我得㗎，真係我自己知啊，我自己聽到，我自己隻耳仔好啊嘛，我聽到自己唱好核突。你有學過聲樂㗎係咪啊？我學過聲樂，係唔得㗎，我真係。得㗎，好啦。唱歌我有。好啦，咁我哋代表 Forum 嘅 fans， 祝你來年呢事業愛情兩得意，快啲出新碟報答啲 fans 支持，多謝晒，多謝。